这个就是山鞋袜，穿着它可以自由在竹林中穿梭。当年它是这里竹林工人们必备的越野技能战靴。为了探寻这双鞋的秘密，我们来到了浙江德清，寻找至今还能手工制作这双鞋的非遗传承人。就是以前村民啊，山上砍竹子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穿上这个山袜，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高，然后又有一定的韧性，就是能够保证不被那种荆棘啊所刺伤，防虫防蛇咬。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
看七，啊，不对，这。我看现在的鞋子哪里有这么漂亮的？这个形状做得很好。对我轻轻点头，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像生命所有转折，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。去砍它。其实这个刀是开了锋的，是非常的锋利的，你看。但是一拿这个刀去，这个真的掰不动啊！你要我用运动鞋的这个测试方法，然后它真的，但它这个怎么分左右脚？分的吧？这个刚刚穿的。你还不一定穿。没有，他可能不是脚定位，是裤腿这里卡住了。我小腿太粗了，可能。烂坏了。这里真的很硬，而且还很舒服。陪着画面流泪。这个做好了之后，这样做好就好了，不用这个东西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